三台改造以后，每一台大约75万的车辆，分别由赖友忠慈善基金会甲蒋阳慈善基金会所捐赠。未来就是要运送台南食物爱心银行的物资，持续维持受助家庭的生活需求。上午市长黄伟哲特别出面感谢两个单位的热心公益，做好弱势民众。那这个食物银行的物资调度，当然就是这个物资车是最重要的。那这样子能够把物资输送到需要的食物银行去，因为每个社会上弱势的需要帮助的人，他需要的物资是不一样。有的需要米，有的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有的需要纸尿布，有的需要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所以说在物资之间在食物银行之间互相的物资调度，就变得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性。要不然物资放久了，那又没有人拿，就变成到时候坏掉了或者是过期了，反而是不好。因此呢，我们为了要增加食物银行的它的效益，那把物资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，所以这个物资车是需要。那非常感谢廖有章跟我们蒋阳基金会，能够在这个时候大力帮忙。我看到了，市政府对于很多社会工作方面，还有各项资源的这种，希望能够整合的这个一个简报。然后我发现说，平常我们在捐助的这个食物银行的这些物资，原来它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规划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说，我们要能够有那种同样虽然是做社会福利的工作，也能够做到物畅其流这样子。这是社会工作里头一个工作效益的展现。目前单市食物银行的实体店面到111年，将永华、永康、新丰、新营甲玉井等5大服务区，拢委托民间的社会福利团体承办。消局表示，包括23号所管的这3台，到3月将有6台车全部到位到日服务。呼吁想要捐赠物资的民众，会当将公益平台加入会员。有任何问题，买当联系社会救助科0629956686。台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